隨着人口高齡化，攝護腺癌已成為男性常見癌症。安南醫院泌尿科醫師董勝庸表示，海扶刀是利用高能量聚焦超音波，將能量精準集中於腫瘤部位，達到局部消融效果。相較傳統手術，不僅無傷口、無輻射，也有助降低尿失禁及性功能障礙等副作用，兼顧治療成效與生活品質。我們目前主流的2種治療方式，一種是達文西机器人手背的手術，那它是一個比較大的手術，術後之後通常一些尿失禁或是勃起障礙這些狀況會比較厲害一些。那另外一個選擇是放射線或是荷爾蒙的治療，那個部分的話，因為有放射線的一些輻射累積的傷害，日後可能也會有一些勃起障礙或者這些放射性的直腸炎或者膀胱炎之類的問題。那海扶刀它的正式名稱是一個高能量聚焦的一個超音波，那這個超音波的能量可以經由直腸，然後去破壞掉我們攝護腺裡面癌症的組織。那這樣的治療方式本身沒有傷口，那也不會有特別的一些周邊組織的傷害，因此一些比如像尿失禁、勃起障礙之類的副作用，相對發生的比率會少非常多。那再來的話，它本身也不太會流血，所以安全性也非常高，通常治療大概2個小时左右就能夠完成。那術後相對來說恢復期也非常的快，通常來說大概術後1到3天就能夠順利的返家休息。董勝庸指出，攝護腺癌治療沒有單一標準答案，隨着治療方式日益多元，醫病共享決策更顯重要。醫師會依據患者病情、身體狀況及對術後生活品質的期待，透過充分溝通，共同擬定最適合的治療方案。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